出来是高雄的消息，高雄有一间主打功夫菜餐厅，以菜色澎湃加上料理出名，有真侪间分店。进前有人去点一份这个糖醋鱼，也就是五柳鸡，等要纳钱的是后壁有一个负责人发现讲，伊这份敢若较济，一个讲尔想要到服务人员直接将这个人客菜捧去，换一份较少这个五柳鸡，好至于人客的感觉莫名其妙。头家是讲，这个菜色分量拢有统一的标准，虽然讲是员工的素质会加强训练。 挂皮只甲酥酥脆脆鱼仔肉，淋酸甜的酱汁，这一盘好食佮开胃的糖醋鱼，人客真爱食这一味，嘛是店家的手路菜。 食饭时间一个到，人客片着捧着碗来，不过民众餐点提起了后，却叫服务人员规碗佮捧走，因为这分量敢若唔对。因为其实算我赚到啦，当然如果他要回收换一盘正常的给我，我也是没有意见的。如果说以正常的方式来说，通常以台湾人的习性，给了就不会再回收了啦。换了一点点的给我，我心里会是觉得很不高兴啊。原来就伫咧将消费者到高雄这间正高处手路菜店家买一盘糖醋鱼，继续排队时，后壁查某人看到分量比家己摕的搁较济，就甲店家反映。新闻局服务人员过去将消费者的餐点摕走，换一份量较少的糖醋鱼互人客看甲硬气。有可能他比较少的，我们就会询问他，就小份的就可以了。 那他如果比较4、5个人以上，装成2人份的盘子给他。鱼片因为它有大小块，所以我们每一份的分量基本上我们在称连盘子的话，大概是在230克左右。针对民众反映，业者讲餐点的分量拢同款，新增服务人员配菜过程疏忽，后续处理方式并无周全，因会加强员工的训练，避免搁有相同的争议搁一摆发生。 卫生局人员伫咧昨透早派人来到门市检查，确保食安环境无问题，嘛互消费者会当食会安心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